大家好，多謝主辦機構同埋大會評審團肯定我喺香港中樂團嘅工作。多年嚟，香港中樂團能夠喺國際音樂舞台上被譽為民樂翹楚，成為行業嘅標杆以及香港嘅文化名片，實在係有賴香港特區政府駐各地經貿辦事處支持樂團嘅企業、傳媒朋友同埋市民。喺呢度呢，我特別都要多謝陳建斌先生，今日佢都有嚟嘅。佢喺我36年前踏入藝術行政呢個行業嘅時候呢，以身作則，教導我係點樣成為一個成功嘅藝術行政工作者。多謝我嘅屋企人，我個仔今日都喺度。佢哋咧俾咗足夠嘅空間俾我去發展我嘅事業。而最後呢，係一直以嚟帶領樂團嘅理事會啦，共事過嘅藝術家同埋行政人員，無數次嘅機會、挑戰同埋選擇，成就咗今日呢一個獎項。呢個獎項唔係屬於我個人嘅，係屬於過去一直同我支持我工作嘅團隊。多謝。